后来当这个西方的国家拢咧围堵着中国华为的这个敏感的时刻，市场上有一个风声，讲中国华为甲联发科来落订单。这是互联发科今年的股东会，若无对外来开放，嘛来取消媒体提问的时间。联发科因为当年布局5G 的晶片，所以嘛一直陆续咧出货，营收创下着好成绩。这个股价创6年来的新高。今年现金股利的发放嘛比去年较好。おじいちゃん、おばあちゃん元気？我到去的所在，立体投影处理器疫情关系，影片内面新机画面真让人期待赶紧出现。要达成这个希望，要用到5G 的晶片。联发科走了布局，抢得先机。5G 晶片已于民国108年底开始出货，预期民国109年进入美国、欧洲、中国大陆与南韩等5G 手机市场。股市场烧正抢嘛，互联发科伫今仔日开股东会，车站时股价就提早庆祝，捌讲起哩503块。股东支持联发科嘛无失亏，股利配发去年是1股9块，今年是1股10块半。手机其实是在这个会员的时候，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通信。可能是惊媒体问到，听讲华为落3倍订单顶的议题，媒体提问的时间取消，也毋过好成绩，毋若伫联发科尔。疫情中，大家拢无出门，笔记型的电脑真抢市，大工厂嘛食着甜，共款带动5月份上市柜的营收创下新高点。营收较好的包括鸿海、和硕、台积电、广达、人保。差不多拢甲笔记型电脑代工有关系。接下来大家关心的是，疫情后经济会安怎发展，风水安怎轮流转？